是郭文天的消息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天第29要办个人演唱会，不过伊昨表示讲啊，本来打算要做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，想不到世态炎凉，下任较无3个月，台北市政府都无要去做这个北流，佮讲这件代志呢，太监地使处理啊，未去到皇上遐。台北市长今晚咧回应讲，这个北流袂当牵涉到政治活动，这嘛是郭文天伫市长任内所定的规定。 提麦克上台唱台语歌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天今日摆大方唱歌。7月29号要举办个人的演唱会，门票一张8000块，不过所在共有300多个座位，让郭文天感觉有够无奈。本来原先是要在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办嘛，因为那个是东区门户计划一个重要的政绩哦。本来想说夹带，知道吗？假装要去唱演唱会，然后可以把政绩给大家看到，结果。 世态炎凉，你知道？我当市长，市长现在还不到3个月，人家就不让我在那里办了。不能涉及任何政治活动，那这也是柯市长当时定下的规定。所以，其实柯市长办公室来接洽的时候，北流都有告知。台北市文化局长蔡时平伫面前讲，不管北流还是北街，欢迎真侪种无共诉求的艺文表演团体申请。阮无伫咧祈求这个团体政治偏向，不过就是袂当政治活动。歌班之前可是申请北流场馆。 不过嘛，真老实承认，唔敢无政治活动，所以北流第一时间就讲无适合啊。佮讲这位歌主席，佮摕北流当作政治操作的爆点，伊感觉真危险。北流跟北艺呢是行政法人，他们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通报我们，所以他们在第一时间自己做判断，那是行政法人的基本精神。不过郭文天认为，作为到北流开演唱会，是有人伫咧改创行。他不让你办，是不是？我猜。 通常这种事情都是太监就解决掉，不会到皇上那里。要选总统的人，那动不动都用明朝的宫廷戏，或者是清朝的宫廷戏来看待这个问题，脱离我们现在21世纪的这个年代的文化局的局长我所能理解的范围，所以他应该去问问雍正王朝吧。机器双99，蔡时平真无客气的激动起。2024总统大选，即马嘛牵涉到北流，毛外界质疑，敢是即摆歌主席已经袂记得过去歌市长定落来归去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